嗯嗯，可欣，唔免夹介好贵的，唔看你一天嘛清瘦。嗯。一定是那耶，那位厨师，亚包哈，还有金呢。唔能系那呀？我等等后背。哦，前头位哦，唔咩啦，係幾多人橋下聽數能前到誒？啊，幾多人啊？冇唔錯，唔同阿叔借位過後，人哋啲朋友仲開路來聽數誒。我等等後背。哦，唔能用仲開路過來耶。數面前的事情，我能錄啲耶。大家橋下來聽書，聽錯錢未到？我來負責屯講實狀況來。我負責屯水才開來。我負責人來。我來做亞包蟹叔叔。我哋出來開始。安尼吼，要請數米錢，愈加個簡單呢。我想數米錢應該係賺到一隻嘅。啊，冇錯，就係呀。也就搞不愛，我來屯水推下。有錢呢，唔使留現來喲。飲到誒，唔得夾解看。哎，我飲到誒，哎呦，為什麼是我啊？總算聽到誒。可惜，真是個咁強的同我聽書。數米錢比起來耶！愛生意，唔再向前行，會跌到水底背。可以唔看？你會愛生氣咯？數米錢比亞當紅衣耶！
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我过上阿妹，我真嘅過上，阿爸，嗯，幾耐啊？阿爸，我，人班的祝賀會，日解來食，哦，攞杯飯歸太，日解入來，啊，食可那先，阿爸煮嘅人班的好食麼？阿爸，嗯，貼片做本愛食嘞哦。係啊。咩位條架？哦，我打師傅咧。同我嘅堅強誒，撞到一天嚟路嘿。姨婆，哎喲，唔是得做乜嘅啦？姨婆，哦也相片好嘅人係爸爸咩？哦，唔講相片地背喲，也係我阿爸同阿妹，啲同嘅就係我。姨婆，寒生嘅時節，真見佢哋印象呢。姨婆，我問我，感覺爸爸做嘅鹽飯好食冇啊？我偷偷嘅同講，我阿爸做嘅鹽飯呢，真嘅唔好食，佢哦從來都冇做過。唔過講也奇怪，嘅意思我一生人都冇聽遍係，可能係嘅係我阿爸頭一擺自家做幫我食嘅鹽飯呢啦，唉。哎喲，根本你是用嘅嘢，用變到按晒奶喏。你比我中意啊！哎呦，我咩中意啊！哎呦，唔得量嘅根本你是用嘅喏，你乜嘅事情本得按聽按有法好講喏。哎，唔講吃嘅食嘅階段，每位廚師還有嘅實驗呢，真係係真嘅還係假嘅啊？當然係真的呀！大家介紹，也就是我姨婆，你係我最好最認真的朋友哦。啊，這樣呢，你係我最好最認真的朋友哦。嘿嘿。